终于写完了，对一下专业的术语。回去再检查吧。别吵我了。周晓，这分钟你干嘛？别检查了。马上就完了，等一下吧，别再打扰我了。干嘛？哎，赵本周，哎，你干嘛呀，赵本周？我帮你保存。不用。赵本周，你干嘛神经病啊？解开！还检查吗？我当然要检查了。还检不检查？哎，不检查了，不检查了，你给我解开吧。我喘不过气了。电话响了，我听到了。那你快接啊。